们台南的产季来到之前，其实市长也超前部署的要求农业局一定要做好相关的因应措施。在外销的部分呢，市长就有促进了一些日本啊、香港、新加坡一些外销的一个能量，希望改变说除了单一国家的一个行销。那在内销方面呢，我们在产地也做了一些产业文化活动。那在消费地，我们也去促销，那希望就说在产地跟消费地能够同步来行销我们的凤梨。那这是我们礼盒呢，可分为这种两颗行销2颗包装，还有那个4颗包装跟6颗包装，还有环保包装的，所以呢也蛮适合企业去送礼，还有送给员工拿去做伴手礼。凤梨的产季它要延长它的产期，所以它的加工品呢要去做开发，所以呢我们结合了很多我们在地小农的一些农特产品，我们做一个礼盒打造。这一次再配合整个台南凤梨的产销，教育局由所有的营养师设计了39道的食谱，可以让凤梨入菜。那另外我们所有的国中小也加入了午餐的水果节切品尝的行列。掌握市政3分钟，台南进步向前冲。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。台南的凤梨从清明过后开始盛产，产季持续到5月中下旬。台南市政府农业局全力协助在地凤梨销售，透过多元行销方式增加凤梨的产值与通路，例如电视、网络购物、举办果干节、产地行销活动等等，促进消费者对台南凤梨的认识。台南凤梨除了有礼盒包装，台南市农产运销公司也推出凤梨果汁、果干、果冻及凤梨酥等加工品。除了提升产值，也延长民众品尝凤梨的期限。此外，为了增进台南市学童对在地蔬果的认识，农产运销公司与教育局合作，供应厂商加工节切的凤梨，让学童们在营养午餐中就能吃到好吃的台南凤梨。接下来，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。我们关庙凤梨成功在初级，不但结合了其他的关庙特产，包括关庙面，还有包括凤梨脆片，包括凤梨干，还有包括凤梨果冻，还有许多，还有包括凤梨汁这些加工品结合起来，成为一个好的礼盒。而且这个礼盒基本上是1年4季都可以用的，不是只有凤梨季节才可以用。这样子有效延长了凤梨相关制品的这个寿命，而且把它规格化，而且把它礼品化，把它价格更升一级。所以说，将来一个凤梨礼盒可以卖好几百块。那这样子，这对于农民的收益，对于我们加工厂的收益，各方面都可以增加它的价值。所以说，我们很希望说，大家一起来看看我们的凤梨变身成为华丽转身，成为非常好的一个加工品。鲜果好吃，加工品更好吃，果干棒这个果汁也更棒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一起来享用我们的关庙凤梨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。另外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。112年，台南市将举办全运会，教育局已经针对相关的场馆规划整修维护。对此，议员赵坤元嘛将箭头指向新营体育场，主要要求市府趁机会好好整修利用，唔通拍远。嘛不满环保局当年借体育场当作听写，根本是占用。议员赵坤元指出，环保局89年开始借用新营体育场作为办公厅舍高搭，根本不是借用，而是占用。伊认为，若是民间早就被告侵占，所以要求环保局检讨。对此，局长坦承，其实遐空间无好，已经看局处倒找出路。一个环保局无法度家起办公厅舍，就借用体育场，借用阮真正市民运动的空间，自从关系合并进程就开始借用，这样解决。你看，到你的手无要解决吗？敢有想要解决？有想要解决。
我希望是安尼啦，将这个空间新的体育场、运动的所在留出来，互新的市民，互台南市民，安尼敢好？我多谢地员的，我会甲这你讲的这个建议吼，当做我伫这部分吼。种溪北嘛就互你一个建设啦。针对新营体育场，议员进一步表示，目前包括游泳池、棒球场、甲羽毛球等侪场馆拢是趴远，加上场地不大不切，要求趁112年台南举办全运会时机来征收维护。迄一个过去的体育馆，遐尼存在遐尼久啦吼，迄内底有篮球场、有棒球场，有篮球场，有羽毛球馆，哦，环保局占用伊就占用伊。吼，迄来套转来啦吼，游泳池，即几项物件，你也看过一项会当实际比赛来使用的，敢有过即摆敢捌摕出来甲检讨过？咱做起个行政站遐，囥甲互老伊处倒伊，安尼存解决。甲地员部，咱即摆就等你检讨，即摆即个时阵等你检讨。是咱两个咧讲你检讨吗？毋是，就已经咱要接办的时阵，咱就爱检讨讲咱即摆有即个底。把全会时机、供应时间的议员詹新开、罗坤豪嘛赞成，都来要求挹注公部门经费来维护场馆，卖当甲民间合作，采用体育特区的概念，引进企业投资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听日政府开完节流，会当加一点福利甲建设来造福市民，以创造台南的幸福感。议员罗坤豪上午伫总日顺要求市长将37岁公所、卫生所等机关进行整并，如果一当只会当省2亿经费。对此，市长表示会慎重考虑。日前，台湾世界团保协会针对22个县市所公布台南市幸福感超过86%，市长施政满意度高达76%的调查。议员罗坤豪除了质疑甲事实有真大落差，嘛当场点名主计处、地政局甲经发局主管，爱了解因所认为的幸福美满到底是啥。对此，议员进一步爱市府反省的，其实是用嘴讲台南适合好徛起。那点的人口数比合并进前更较少。现在少子化拢伫咱台南市，为什么？你他咧讲安居乐业，那个倒变啊嘛，那个事实都是背道啊嘛，恁都靠一支嘴嘛。所谓的幸福要人家感受得到，不是底下话嘛。安尼较对啊。全国大个所在拢咧减人口，咱台南市，咱即个城市甲城市并袂台湾全国咧比赛城市甲城市的竞争，你即摆甲我斗图，我一直斗图我迄个鸟不生蛋的国家，连印度也比较落去，但因人口足侪啊。今日替政府开完节流，会当加一点对市民的福利甲建设为出发点。罗坤豪进一步依然甲高雄、台中比较起来，发现包括区公所、卫生所、地政事务所等机关的比例偏悬，拢需要整并降低无必要的人事成本。区公所没有整并，这些人事费用怎么样？多出来的呢？高雄市啊，伊的人口数给咱100万人啦。伊嘛甲加咱一个区公所尔，户政事务所你看，咱18个啦，哦，多咱有改变啦，出来多甲人有比拼，多甲户政事务所啦，地政事务所，迄拢会当来整编的嘛。中央还未那个行政区划法还未通过，安是有你努力。选区都已经整并了嘛，无你选区冇人整并，对不对？你行政区没有整并，你选区整并，啊，恁想讲你要做安那，恁就想讲对恁有好处的，恁个做，啊，对恁也有为难的，会省钱的，恁个无爱做，恁咧徛伫民众的角度呢，恁整并就对民众有好处呢。议员你讲了真对，你这部分吼，你拄则提出一个建议，我拢会虚心去检讨。我比如讲。会中议员甚至要求市长将区公所等机构整并，来日后一年选市长的政见，积极来日实际讨论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
台南市第一栋自建的青年社会主体，12号下晡正式动土，预计3档后完工。律师议员陈新凯上午伫总咨询嘛积极关心弱势对着社会主体需求，除了要求市府针对公有地来评估新建以增加户数，嘛要求调降租金来照顾真正有需求的民众。议员陈新凯表示，以台南市92年开始到108年的统计，申请租金补助的核准4万外件，也无包括申请无过，可见一寡弱势族群对社会主体需求迫切。不过，相关申请的条件甲流程，议员认为上过离谱，要求放宽。我咧讲，咱是毋是爱放宽这个申请这个照顾住宅的资格，尤其是这优先户。也是放宽这有资格会使申请这的这个标准啊，是安怎讲啊？我迄天看一条吼，我看一个险吐血啊。伊迄优先户吼，讲着爱单亲吼，爱生3个以上啊。对长，迄条件伤严啦。生3个，单亲还阁生3个，单亲生一个，伊有可能伊就无在乎过日子，无在乎生活，你阁要爱3个，爱伊咩过？即马在咧少子化啊！你若想，恁即个条件的意思讲，就差不多，伊单亲伊生一个2个，伊嘛免申请啊。吼，你无毋对，伊是符合资格，但是优先爱3个以上嘛。啊，你也想讲，这是毋是有即个检讨的空间呐？我进前是0啦，即马做咱是希望讲会当有2000户，至少啦，一开始啦，第一任啦。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讲，进前的无做，但是你愿意来做，就是你感觉有需要嘛？哦。根据了解，台南市的社会主体目前兴建目标是2000户，不管是公办都市更新回馈，或者是政府兴建，预计2023年完工。其中，台南市第一栋自建的青年社会主体嘛正式动土。律师议员认为2000户不够，要求针对公有土地来评估。同时，需可降低租金来照顾真正有需要弱势。台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重视弱势学童课后照顾的义恩关怀协会成立多家连锁品牌，透过纯手工制作商品，不只予真侪妇女朋友有了事业的第二春，嘛有协会毋免靠捐款有营收，会当照顾弱势，创造多样。来到多家连锁工作室，每一位妇女各自分工，有剪布、有设计、有裁缝等等。不过合作起来，就是一个完美的纯手工品。过去拢讲女工，但伫遮每一位拢是设计师，参照秀轩的运用在地掠鱼的网仔，甲保证废弃的布料，设计出独一无二的手提包，甚至摕下金质奖的肯定。其中渔网的台语拄好是希望。用坚韧来提升自我的美好。配色方面，我就觉得我的功力有变深了。对啊，以前都是配啊，我们配都是比较保守的颜色嘛，哈。那有时候配的想啊，让它稍微跳脱一下，就觉得比较大胆。大胆的话又自己没有信心，怕说这样会不会配的太有点离谱了，或者是太看起来要说的北腿就对了。以往就是希望啊，每天都有希望啊。小希望包就小希望，大希望包就大希望哎。国庆期间，已经打造出各期手工商品的阿嬷已经77岁，每一天拢是上早来，用24岁的做裁缝的功力来继续奉献，相当快乐。看到这里的东西也很快乐啦，做起来很漂亮嘛哈。现在觉得这个产品对我来说我也很高兴了，看到它也是看到我在成长啊，因为我这么老了还可以有工作，不是很好吗？多多少少又有第3人生的开始。虽然每一位来遮的妇女有无同的困难甲奋斗的故事，不过因共同的目标就是自我实践，嘛互定现伫店内遮各式各样的手工创作，不只是商品，更是加一份情感甲价值。多家连锁它其实就是虽然你看到的这些包包都是包包，但是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单纯，我们卖的不是这个包包，而是我们卖的是它的价值。其实你买这个包包，它其实可以衍生很多的价值，包含你可以帮助这些妈妈，让他们有能力的提升，
甚至你可以帮助到协会，帮助这些孩子的教育的工作。那甚至是你可以满足自己喜欢的，觉得自己买这个东西更有意义。所以其实我们在多家事所里面，我们最想传达的一个就是让消费更有意义的消费文化。因为这个妈妈不要有需要关心的弱势囝儿，所以主要从事课后辅导义恩关怀协会。2019年申请通过多家社会企业社，2020年7月，这个新的电视馆正式开幕，将现有的资源来自力更生，不是伸手无看来做公益。你越是欣赏每一个产品，也就是多多欣赏每一个妇女的才能，以及让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让更多获得到更多社会大众的欣赏，能够透过购买产品，也再来实行社会公益，也能够来帮助义恩关怀协会的孩子，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环境，能够有一个稳定的生活，能够被照顾着，能够被扶持着，以及让他们能够稳定的成长。开幕半当来，因虽然4月摆单位，不过伫设备、材料甲租金成本等负担，经营也是负成长。但对因乐观的笑容，会当看出因学习圣经人物多加精神，互基督人民透过咱的手去帮助别人，坚持团队看见需要来创造机会。台南新闻管制林银光采访报道。先新闻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。第4年开工中已经超过3档的头家陈冠洲，为了响应政府推动中高龄就业专法，进行超过50个中高龄员工。这款热心的作为，有一间企业得到劳动部促进中高龄就业绩优的奖项。主要生产小猪甲特种面料的制造厂，需要专业的技术甲经验。最感心的是，头家认为只要员工有体力、愿意做，并未因为是中高龄，拢欢迎留来做伙拍拼。所以头家不止一口气录出30几位中高龄员工，也引进电动滑板车等自动化设备来减轻员工负担。手工的就是做了一整天啊，就是手要动啊，做一整天都是腰，因为做久了哈，腰本来就是会不舒服啦，手也是会酸痛啦，就是自动化了以后差很多啦，就是体力负担会少很多啦。每年在尾牙的时候，我都会跟同样讲这么一句话：哦，咱今年围炉的时间够到了，因为你们都是我的一家人。我也是跟所有的员工讲，只要你有体力，你愿意做，你还想做，欢迎你们留下来，一起走下去。因应中高龄就业专法2020年12月初上路，鼓励相关人才进入职场。所以洪家南分署嘛相当肯定该企业成为中高龄的幸福企业。东轩公司很不容易哈，那禁用中高龄的劳工朋友就达到50%。那也提供了很多的友善的设施啊，可以是我们台南地区的幸福企业。那在这边呢，我们鼓励事业单位的朋友啊，可以多给中高龄朋友一些机会。那他们的工作经验以及稳定性、忠诚度都很高。就是这款2020年由洪家南分署所辅导的幸福企业，总共8间，拢得到劳动部推动中高龄就业绩优的奖项，而且总的奖数就占全台50%，相当难能可贵。台南新闻管制林光采访报道。但是一名中年男子突然间脚只偏痛，后续佫出现为讲袂清楚、骹手无力等疑似脑中风的镜头，接送成大病急诊，后来证实是欠血性的脑中风。医生强调，这款会有突发性死亡风险，算是急症，一定要马上处理。根据卫生福利部的统计，脑血管疾病是国人10大死因排名第4。脑中风的疾病有分血管栓塞加主动脉剥离，其中主动脉剥离佮分深主动脉加降主动脉。深主动脉因为靠近心脏，
有突发猝死的风险，因此伫个临床上属于急症，也就是假型的主动脉剥离。假型主动脉剥离，它并不是说它影响的那个主动脉的范围比较广，它主要是说它特别影响到深主动脉。我们主动脉有分深主动脉、主动脉弓以及降主动脉。那如果说你影响到深主动脉的话，它虽然说它的范围可能并不是非常广，但是因为深主动脉离心脏非常的近，那就可能会影响到心脏的功能，那影响到血行动力学。那进而呢，就会有可能有猝死的风险。心台病院急诊部医师黄启源强调，脑中风发生通常甲三高、无健康的饮食、甲不良的生活习惯有关系。其中主动脉剥离上重要的危险因子就是高血压，因此有高血压的患者应该严格来控制。另外，有结缔组织的疾病，嘛是主动脉剥离的危险族群，民众要提高警觉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另外，台南市一名60岁女性，因为一段时间有膀胱胀痛、容易高尿、急尿等等，被怀疑是尿道上压来手术，但拢无改善。后来是经过基美海中心诊断，证实是间质性的膀胱炎，再次手术才改善症头。间质性膀胱炎，也就是俗称的膀胱疼痛症候群，是一种临床的症状组合的统称。伫台湾的盛行率，对2002年每10万人有21.8，提升到2013年40.2位。其中女性是男性的3倍外，而且容易发生伫65岁以上。因为间质性膀胱炎不是单一的病因所造成，而且治疗上嘛有分传统的药物治疗、膀胱灌注、加肉毒杆菌的注射、膀胱切除等。针对这个间质性膀胱炎，当然我们临床上可以分成2大类哈，一种是溃疡型的，溃疡型的话其实比非溃疡型更少见。那在治疗方面的话，大概就是说我们针对这个非溃疡型的去探讨哈，大概我们分了好几线的治疗。哦，第一线的话就请病人就是可能在保守治疗，比如说就是饮食的部分。可能要就是做一些调控，这些摄取比较没有那么高钾的食物，避免这个高钾的食物，因为钾离子太高的话会刺激膀胱的黏膜，表皮造成更不舒服。因为避免一些比较刺激性的，比如说咖啡、茶叶等等。再来的话，可以就是做一些就是压力的放松，就跟病人卫教不要太压力，尽量就是减缓这些生活上的压力。除此之外的话，可以用一些药物的治疗了，但药物治疗往往效果不是很好，所以我们同时会帮病人做一个麻醉下的膀胱水扩张术，去看看是不是一些溃疡型还是非溃疡型的。如果但是溃疡型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帮他做那个溃疡的烧灼，烧灼之后把一些发炎的一些黏膜烧完之后，它会改善很多。医师强调，间质性膀胱炎是一种慢性、容易来复发的疾病，而且目前还无有效的治疗方法，只会用个耐心来改善膀胱的痛痛、急尿、甲高尿等，才能提升病人的生活品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下面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。现在是这分有时好天气，温度30度到31度，白落雨，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，上大阵风6级。感谢收看5月12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，咱再会。